动作，别坐啊，别坐，别坐。好了，不要拍了，没时间了。中央电视台的，中央电视台的，不要拍声波拍了。好，你去哪儿了？中央电视台声波网上，别动啊。哎，报了，好了。啊，对，扣子，扣子，你别找他们问问情况呗。忙啊。这有啥么子的啊？没扣，后来是那个，人家摆在一起的，多少人？啊，刚开会回来，你问一下情况。对呀，多少人呢？我们在那个地方看到是观察照看到在那个建筑啊，就是100余人。多少钱？检查上面是个观察照，把那个车看清楚。就中环购物中心这嘛，去中环这个家园超市，这个这边是中山都。我就搞的你又是一个多次我。啊，打。去，房顶上有人。来，回去。看着这个窗户。什么呢？杨健，你负责，杨健。哎，杨健，你负责，杨健。哎，你是采访的吗？对，杨健。哎，你采访的吗？你听到吗？不是。我保持。回来，跪下。然后，看。就拍那些，能放心。对，走，不管了，我们赶紧走。对，把头蒙起来，2个人蒙起来，1个人看一个，头蒙起来。你哪的？我那边的出去。哪个人？他走。他走。别挡我。对，跟中央公那儿过来的，这不是有标吗？从哪边走你们？我这边，哎，我这边走，快呀！这边，快呀！皮，出去，不要带个球的，后面下面，配合点。2楼咋上的？上面还有人啊！哪的？马上在线呢，中央电视台。快走，往出走，快点，手抱头上。你进去，你进去，快，手抱头上，快往出走。手放到头上，抱住。没有的是吧？地下室没有，他这边没有，他楼下。好的。快点，拿起来。你的警戒行吗？不要说你是哥说起，那不能说，那我不能说，走吧，拔刀你快转吧。来，你们回去，快！回家。好的。啊，兄，抓住了，搞陈大明打死了。咱你们是在哪儿的？
咱们是我们。你说砸东西的，砸的啥人？一般说哭的人。再说什么？下，不下。从哪进？我们从哪进？去哪院子？没有门。必须的，快去这个跑到这两个人进去。来，你不要看。往前走，别把门给死了。往前走。危险！你往后退，你人上。不能打！不要打！都跑！别动，断了。好，走。让开。别动。往队。快点来！给我动！来这走。一排的走，一排的。不行，不让他谁负责呢？几班的？哦。一笑。这是打人，打不打嘞？不要打。太残忍了。刚刚不久，这里发生了，这旁边这周围发生了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，这里是乌鲁。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就在刚刚不久发生了一起几百人的骚乱，公安和民警呢从民居里抓获了一批。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在刚刚不久，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在刚刚不久发生了一起几百人的骚乱，公安和武警呢抓获了一批躲在民居里的犯罪分子。行吧。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在刚刚不久呢，发生了一起几百人的骚乱，公安和武警呢从现场的民居里躲出。这里是呼和浩特的，不是呼和浩特，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在刚刚不久呢，发生了一起100多人的骚乱。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在刚刚不久呢，发生了一起100多人的骚乱。公安和武警呢，从现场抓获了一批躲在民房里的犯罪分子。
精神一点啊！下来，下来，